晨，佢叫阿 Q，我哋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咁咧好耐冇錄過 podcast 啊，因為咧好想分享一啲睇完書之後嘅閱後感啦。但係一路咧過咗嚟日本之後咧都未有時間睇書嘅，因為之前呢幾個月半年度咧係非常之忙嘅，好多嘢要準備啦。咁啊，最近呢一個月咧終於開始要 pick up 翻嗰個節奏啦，咁咧就可以每晚睇翻呢個書嘅。咁所以咧就最近睇完咗2本書嘅，咁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點解咧會睇完2本書先分享呢？因為2個咧都係同一個作者嘅。咁啊就係咧關於呢個一人公司嘅。第一本呢，就係一人公司為什麼小而美是未來企業發展的趨勢。佢嘅第2本呢，就係一人公司起步的思維與挑戰。咁咧我2本都睇晒咧，咁先錄呢個 podcast 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先講第一本啦，為什麼小而美是未來企業發展的趨勢呢一本呢，我自己第一次睇嘅時候，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咁亦都推薦俾大家有興趣創業嘅朋友睇嘅。咁佢呢度咧，首先一開頭咧已經講咗咧，一人公司咧唔只係成為一個 freelance 一個自由工作者嘅。雖然咧自由工作者咧係成為一人公司嘅完美嘅第一步啦，但係咧自由工作者咧都係同一人公司有啲唔同嘅。因為咧自由工作者咧係用時間去換金錢啦，唔理佢係2小時啊或者係交付嘅成果計酬咁啦，咁樣佢唔做嘢咧就攞唔到人工嘅。咁所以咧所有自由工作者嘅關係咧都係1對1嘅。咁表示咧每當有償工作發生嘅時候咧，自由工作者咧就必須要利用佢哋嘅時間咧去做某啲嘢嘅。咁呢個情況咧就同黑貓以前一樣啦，因為咧黑貓以前就係一個自由工作者嚟嘅。咁啊有人請我去教跳舞或者請我去做 show 嘅時候，咁我就會去做啦，咁然之後就會有相對應嘅收入啦。咁但係當我去咗旅行嗰個月，咁就會咩錢都冇嘅咁樣。咁所以咧相比之下咧，一人公司咧更加符合傳統嘅創業家定義嘅。如果咧你係利用一啲系統自動化同埋流程咧去建立長期嘅事業嘅話咧，咁咧你就唔係用時間去換金錢啦，而係咧你喺工作時間之外咧，同埋1對1關係之外咧，經營你嘅事業同埋賺錢嘅。即係咧以我嘅理解咧，即係講緊呢個被動收入係啦。咁被動收入有好多種嘅，咁創業係其中一種啦，又或者投資咧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咁咧但係就唔係自由工作者啦，因為自由工作者咧始終係要用你嘅時間啦去換金錢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就係有少少嘅分別嘅。咁一人公司簡單嘅概念咧就係質疑成長嘅企業啊。咁呢一度係咩意思呢？佢就話咧一人公司咧係拒絕咧並且質疑某啲傳統嘅成長形式嘅，唔係基於自己嘅原則咧去質疑嘅，而係因為成長咧並非永遠係最有利或者經濟上最可行嘅。即係咧大家可能開一間公司，唔好諗住將佢發到好大，變成一間 E 王上市公司咁樣。咁呢一人公司咧可以係一個小型嘅企業主啦，亦都可以係一小群嘅創辦人嘅。只要咧係希望能夠擁有更多嘅自主權同埋咧自給自足能力嘅員工啦、領導者等等嘅，亦都可以採用一人公司嘅原則嘅。即係咧作者佢意思咧，一人公司唔係淨係一個人嘅，係可以有幾個人組成都可以叫一人公司嘅。咁內部創業家呢個詞語咧就係大型組織入邊一人公司嘅例子啦。內部創業家咧係指咧提出自己嘅目標咧，並且會執行呢啲目標嘅公司領導者。咁咧佢哋唔需要太多嘅指導啊，一啲細項嘅管理或者監督嘅，因為咧佢哋有自己嘅自主權啦，佢哋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亦都會去完成嗰啲事情嘅。佢哋了解公司嘅需求啦，亦都了解咧點樣俾自己嘅才能咧符合呢啲工作。咁咧佢哋就會努力去做到呢件事啦。咁彈性嘅人咧，具備嘅第一個特點咧係接受現實嘅。咁可能我哋好多時會有好多幻想啦，好期待我哋嘅公司點啦。咁咧，但係當你喺自己一個開公司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啦，又或者有啲壓力嘅。咁當你身處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但係你又知咧自己咧係朝住越嚟越好嘅方向努力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更加具備呢一個適應嘅能力啦。咁咧而家呢個年代咧係越嚟越多人想創業嘅，咁所以咧一人公司咧係越嚟越受歡迎嘅。可能大家咧都唔中意朝九晚五嘅工作啦，或者唔想幫人打工咁樣，好似
個個咧都希望咧生活中咧有更加多嘅掌控權啦，同埋自主權嘅，特別係喺自己嘅職業方面咧，因為大家知道工作佔據我哋人生幾大嘅部分咧，咁所以咧而家就有好多人揀呢條路咧，成為一人公司啦，或者去創業啦，做一啲副業，掌握翻咧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嘅。咁啊，通常咧你啱啱開始幫自己工作嘅時候咧，你可能會面對咗一種情況嘅，你咧就係你之前咧要下下對你老闆卑躬屈膝咁樣噶嘛，係嘅老闆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咧變成嘅對象咧就係你嘅客戶啦，即係咧所有嘅客戶咧都係你嘅老闆啦咁樣。咁咧當你啱啱開始呢個一人公司嘅時候咧，可能你嘅技能仲未咁成熟咧，你仲冇辦法令到呢啲專案嘅，或者咧係你對於呢啲工作類型有啲挑剔嘅咁樣。咁但係咧慢慢有呢個專業嘅知識增加啦，呢個時間經驗增加，一啲人際關係嘅發展啦，咁你就會慢慢儲到一啲更加好嘅客戶啦。咁咧你要攞到一人公司嘅掌控權咧，你唔係淨係要用你嘅核心技能嘅，仲需要有業務啊、行銷啊、專案管理啊，同埋客戶嘅維繫能力等等啦。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咩都需要啦。咁呢一個咧，對於一人公司嘅黑貓嚟講咧，都係非常之認同嘅。基本上咧，你唔能夠淨係識嗰樣嘢就得啦，即係譬如你開一間跳舞學校，你唔能夠淨係識跳舞，你係需要去識做 marketing 啦，點樣 sell 你個舞室出去啦，點樣 sell 你嘅老師出去啦，然後你點樣維持你嘅老師啦，點樣去招客啊等等啦，咁基本上你咩都要識嘅，甚至乎咧有時你可能連一啲法律嘅知識你都要識嘅，咁就知就係打雜啦，我覺得老闆。咁咧，雖然咧大部分嘅公司員工咧，就可能就淨係得單一技能嘅啫，即係大家喺大企業入邊嘅時候咧，你唔使咩都識噶嘛，即係 marketing 就有 marketing team 啦，跟住可能跑業務就有 sales 啊，跑業務嘅 team 咁樣。咁但係一人公司入邊咧，就你要咩都要識啦，就係要一心多用啦。咁咧喺呢個研究分析嘅3200幾間高成長嘅初創企業入邊咧，有74% 嘅企業咧其實都係失敗嘅。咁唔係因為太競爭或者商業計劃太差嘅，係咧因為規模成長得太快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呢本書嘅作者想講咧，就係唔好發展得太大嘅企業，就做一個你啱啱好嘅份量嘅一人公司就最好啦。呢個係成本書嘅宗旨嚟嘅。咁咧佢亦都講到咧，因為咧你可以提高呢個價格啦，直到工作需求咧降至你能夠處理嘅水準嘅，即係咧大家唔好做低個時就去接好多 job，而係反而應該咧要提高你嘅價格，就接少啲 job，但係咧你最後得到嘅錢係一樣嘅。咁呢個咧我自己都非常之認同嘅。咁當然你話啦，可能開頭嘅時候好難 set 到高價㗎喎，咁樣即係譬如我啱啱出嚟教跳舞，我點能夠收1000蚊一堂咁樣？咁可能我淨係能夠收幾百蚊咁樣。咁係嘅，咁可能要攞一個平衡點咯。但係當你做低價做慣咗嘅時候咧，咁你接觸嘅客咧都係一啲低價嘅，即係因為大家知你可能係嗰個 range 嘛。咁但係如果你有越嚟越多嘅經驗啦，越嚟越多嘅專業能力啦嘅時候咧，咁你可能 keep 住要收貴啲，咁但係人哋又知你有後備喎，咁其實咧大家都唔介意咧去俾多少少錢嚟嘅，咁咧你變咗咧就可以做少啲啦，但係亦都可以賺多啲嘅。咁呢一個係無論係一人公司啦或者自由工作者咧都可以諗下嘅。咁揾到一個合適嘅規模咧，然之後咧致力變得更好咧，就冇乜唔啱嘅。咁所以咧小規模咧可以係長期嘅計劃嚟嘅，就唔係一個跳板。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就係你 keep 住小規模就得噶啦，唔一定要變到連鎖店咁樣嘅。咁喺傳統嘅工作方式咧，就係有嚴格嘅規則啦，同埋公司層級嘅辦公室入邊，即係有啲零工啊，同埋一啲遠端工作咧，而家咧其實已經取而代之緊呢一啲嘢噶啦，即係大家尤其是 Covid 之後咧，好多嘅 work from home 啦，咁其實已經咧慢慢咧替代緊呢一樣嘢噶啦。咁商業世界入邊咧不斷被新嘅自動化系統同埋科技顛覆啦，咁係件好事嚟嘅，即係大家譬如近呢2年有 ChatGPT，咁
有好多人冇嘢做啦，將會。但係咧對某啲人嚟講咧係多咗個工具咧，咁啊可以做多咗好多嘢，同埋咧可以節省呢個人力嘅成本嘅。咁所以咧我哋工作方式嘅改變咧，等我哋有機會咧用最低嘅條件去投資人力同埋時間嚟發展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個年代咧話唔定真係最好嘅創業年代嚟嘅。咁咧，當你僱用你嘅員工咧，你就要對佢哋負責嘅，因為咧你係佢哋嘅收入來源啦，佢哋要交租啊，要生活要食飯啊，或者送個仔上學啊，即係返學啊。咁咧都係一啲好沉重嘅責任嚟嘅。咁啊，但係咧，如果你係用合約方式咧，去成為呢個自由工作者咧，咁你就淨係需要對一個特定嘅專案負責嘅啫。咁啊，你知道你會因為呢一個計劃啦，呢一個合約得到幾多錢啦，係啦，又或者你係老闆，你會俾幾多錢佢咁樣。咁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咧就會成為呢一個嘅自由工作者，出嚟創業啦。咁啊，我哋嘅工作啦，可以由呢個細規模開始啦，用細規模去結尾嘅。咁同時亦都可以帶嚟幫助嘅，就係咧可以專注啲變得更好啦，就唔係變更多，係啦。即係你點樣可以做好啲呢件事，就唔係做更多，令到你做好啲呢件事咧，你可以提高你嘅單價，但係就可以做少啲。內向嘅人咧係可以成為更加好嘅老闆嘅。外向嘅領導者咧，有時會先講嘢，然之後思考嘅，咁咧就會冇咗團隊嘅尊重啦，咁啊就可能會有差啲結果。咁所以咧，內向嘅人就會先諗啊嘛，咁諗咗先講，咁可能就會得罪人少啲啦。咁同埋咧，任何嘅領導者咧，如果認真傾聽嘅話啦，咁啊又接受佢嘅團隊俾佢嘅建議咧，咁無論佢係內向定係外向都好啦，都可以贏得呢個信任嘅。即係大家請員工嘅時候咧，最重要係咩？俾個員工覺得咧，你係信任佢，佢係有能力做到你嘅嘢嘅，咁咧就係能夠達到一個 win-win 雙贏嘅局面啦。咁咧，但係反而咧，你提供太多嘅指導俾佢啊，咁咧呢個團隊就會依賴佢噶啦。咁領導能力咧就會成為制定決策嘅阻礙啦。但係提供太少嘅指導咧，咁啊團隊就會無政府咁樣啦。咁啊，所以要攞個 balance 啦，攞個中間，睇下點樣可以能夠最有效突出團隊嘅地方嘅，咁啊幫公司賺最大嘅利益，同埋咧可以產生到最多、最創新、最驚人嘅成果嘅。咁啊，身為你一個一人公司咧，頭先講過啦，你係要咩都要做，咩都要識噶嘛。咁所以咧，你係一個優秀嘅通才嚟噶。咁咧，你通常會先從呢個專業化開始嘅，然後根據需求咧，就增加輔助或者係互補嘅技能，直到咧你可以了解咗企業大部分啦，或者各方面嘅運作嘅，而唔係淨係了解其中一項特定嘅工作。因為頭先講到咧，你做一人公司咧係一個通才嚟噶嘛，咁你咩都要識。咁啊，你可能由最一定要做嗰樣嘢專業開始啦，咁然後再慢慢開始可能你開始學 marketing 啊，開始學法律啦，咁樣嘅意思嘅。咁咧，所以咧你要好熟悉咧點樣用嚟賺錢啦，同埋製造呢個產品嘅技能啦。但係咧，你亦都要對呢個行銷啊、會計等等咧，亦都要有呢個了解嘅。同埋咧，要理解他人想法嘅能力咧，對於一人公司嚟講咧都好重要嘅。你需要了解呢啲人點樣係對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做出呢個決策，而且咧點解佢哋會咁樣做嘅。咁啊，就算你可以接觸到大量嘅資料或者經驗都好啦，但係亦都咧會有好多嘅原因咧超出你嘅掌控範圍嘅。真實嘅情況係咧，好多個事業咧都係一個猜測嚟嘅啫，估嘅啫。咁咧就係點解咧失敗嚟嘅時候咧，有能力捲土重嚟咧，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嘅。因為咧有彈性咧，你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同埋你有呢個能力咧，你就可以發展你嘅公司啦。咁所以一人公司嘅領導者咧，必須成為巧妙說不嘅專家，即係要 say no， 唔可以 say 呢個 yes 嘅，唔可以做呢個 yes man 嘅。如果將大嘅有壓力嘅決策咧縮小佢咧，令到佢成為更加容易消化嘅決策咧，你就能夠以更有智慧啦、更少壓力嘅方式咧去選擇你嘅方向嘅。企業咧係需要停止咧好努力咁樣去工作，應該咧鼓勵咧員工專心接受工作以外嘅生活嘅，咁又會對你嘅睡眠咧同埋休養都有啲幫助嘅，而且咧佢哋嘅工作習慣咧亦都會因為咁樣而再變好啲嘅。咁所以咧，除咗關心佢嘅工作咧，就即係你應該要關心去完成咗嗰件事，就唔係關心咗佢究竟花咗幾多時間喺完成呢件事嗰度。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可能你翻工翻8個鐘，其實最後員工可能用2個鐘咧就已經完成咗件工作，
就你應該覺得係正係好啦，即係唔應該係佢拖到 OT 做咗10個鐘先完成咧，即係唔係咁樣嘅，即係唔係越 OT 得多就代表越係一個好嘅員工咁樣嘅意思嘅。咁咧，從細嘅地方啦開始咧，係最佳嘅學習時機嚟嘅。你咧能夠了解企業真正嘅本質咧係啲咩，佢為啲咩服務啊，為誰服務咁樣啦。所以咧就冇乜必要咧係太急於俾人注意啦。咁或者會超出你應付嘅範圍嘅。即係咧慢慢係 build up 你嘅基礎先。慢慢你自己可能都熟悉你嘅公司先啦，俾你嘅客戶熟悉你先啦。但係唔使急於去擴大你自己，要好急於俾人見到咯。即係我都能夠好理解嘅，可能好多YouTuber 啊，或者好多小店嘅老闆呢，可能好希望我希望開一個禮拜就爆單，或者開一個禮拜就可以過1萬訂閱，即係會有咁樣。咁但係呢，佢呢個作者呢，就建議呢，你先慢慢打好你嘅基礎先，係啦。咁然之後就慢慢去做，就唔好太心急去擴展嘅。下一樣咧就係話咧縮小你嘅計劃咧，你就能夠即刻開始嘅，同埋咧可以重點放喺點樣以你而家有嘅資源啦，即刻為人提供去協助嘅。即係你唔好將個 plan 寫得太大先。可能突然間諗唔到啲例子俾大家睇啲。即係可能咧譬如以翻我教跳舞比較熟悉嘅例子啦，即係你可能係可以先去社區中心教跳舞啦，而唔係諗住去開一間跳舞學校嘅。喺最初嘅時候，等係你 build up 咗一啲你足夠嘅資源啦、人脈啦，咁可能將來先至再開跳舞學校嘅。咁咧，譬如咧，作者咧就寫到咧，能夠編寫程式完成你嘅任務咧，會產生相對少嘅漣漪嘅。因為如果你唔識寫呢個程式代碼咧，你就唔會被僱用為呢個 Android 系統嘅開發人員啦。而且咧，只有當你能夠產生更多影響力嘅時候咧，先至會成長嘅。譬如咧，佢就係話有專業能力啦，可以為你嘅整個團隊咧喺 Android 系統方面做出正確嘅決定咧，你嘅影響力咧就會成長噶啦。咁你嘅影響力咧有可能擴大為全行業，譬如可能被要求喺 Android 活動入邊發言啊，咁你微小嘅漣漪咧就會變成巨浪噶啦。下一個咧係一個書入邊講到嘅咧，就係咧確立你嘅目標咧，其實更加關乎你嘅個人價值觀同埋道德觀嘅，而唔係同呢個商業計劃咧或者行銷策略有關嘅。你唔可以偽造你嘅目標嘅，你嘅直覺啦同埋你嘅客戶咧都係唔會俾你咁樣做嘅。從事工作咧可以幫助你培養熱情啦，但係反之就唔係嘅，即係呢種工作咧係會將你吸引住，保持住你嘅注意力嘅。並且咧，讓你處於呢個心流嘅狀態嘅。咁未聽過心流呢一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一睇《心流》呢一本書，非常之推薦嘅。我覺得係可以二刷嘅書嚟嘅，可以睇2次，係啦，可以 search 呢個心流。我繼續講翻呢本書先。咁咧，有吸引力嘅工作咧，係由4項關鍵因素組成嘅。第一咧就係定義明確嘅工作啦，你擅長嘅任務啦，績效回饋同埋工作嘅自主權嘅。咁我覺得咧佢呢度組織得非常好嘅，所以咧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一睇呢一本一人公司嘅書。研究生咧希望自己職涯入邊嘅工作咧唔止係一份工作啦，而係一次冒險嘅。問題係咧，大部分受訪嘅都覺得咧自己有資格從事有意義、充滿新鮮嘅工作，但係咧就冇義務去投入時間同埋精力去掌握所需嘅技能組合。咁咧呢個道理咧就同自主權一樣啦，佢係透過掌握技能同埋擁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嚟實現嘅。咁熱情都係咁啦，熱情係唔會喺掌握技能之前發生嘅，而係隨住掌握技能之後而生嘅。大家能夠理解到呢一段嘅意思嗎？即係話咧，你唔會非常之有熱情嘅。當你唔熟嗰樣嘢嘅時候，你仲係摸索嘅時候咧，你只會覺得好痛苦。即係我啲日文得 M4， 但係我要睇日文書嘅時候呢，你係唔會有呢個熱情嘅，因為你仲未有嗰個技能。但係呢，當你有 M1 啦，你能夠同日本人溝通啦，你可以睇日文書嘅時候呢，你嗰個時候就會有熱情嘅咧，因為你掌握到嗰個技能，你會呢能夠體驗到當中嘅樂趣嘅。咁咧，大量嘅學習啦、閱讀、聆聽或者觀看嘅知識呢，會造成呢個注意力呢係散漫嘅，即係呢。
我覺得呢個我非常之認同嘅，即係咧大家覺唔覺得咧？而家係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即係咧可以好輕易就得到一啲知識，有好多嘅資訊你係反而唔知睇咩好，唔知專注喺邊一度好嘅，同埋尤其是呢啲短影音咧嘅出現咧，係更加咧係差咗嘅。我好明顯咧有一段時期咧，即係睇得多嗰啲 shorts 多啲咧，或者 IG 嗰啲 views 多咧，跟住咧睇翻書咧，嗰個專注力都係冇咁高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訓練翻多啲專注力咧，我建議咧係睇翻一啲長嘅影片啦，或者最直接就係去睇書啦，或者聽 podcast， 我都覺得好嘅，就即係聽翻啲比較長嘅嘢。但係咧，即係 views 係會令你好開心嘅，即係你可以短時間得到好多資訊啦。但係咧，當你短時間睇到咁多嘢嘅時候咧，反而其實你好似冇乜得到嘢嘅。唔知有冇人認同呢一樣嘢咧？咁你認同喺下邊可以例如話俾我聽嘅。咁你講翻呢個書啦，書入邊咧亦都有講到咧，就唔好淨係要求消費者關注你嘅企業嘅，相反咧，你應該開始做啲咧能夠吸引消費者注意力嘅事情嘅，亦都係借由一啲獨特啦、唔平凡嘅事情啦，讓你嘅企業咧有啲與眾不同嘅。咁如果咧我哋想設法吸引每個人咧，我哋就冇辦法特別吸引到任何人嘅。呢一個大家明白嗎？我覺得佢呢一個都寫得好好嘅，就係咧我哋梗係想每個人都中意我哋噶啦，即係每個人都望我哋係最好噶啦，但係咧係好難做到嘅，即係咧當你想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反而係咩都得唔到咯。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提議做小眾先嘅，即係小眾譬如係咩咧，即係你譬如你 YouTube 為例啦，即係你梗係想咩都拍噶啦，可能你拍生活 vlog 咁樣，咁但係冇興趣噶嘛，即係你唔會吸引到個個都想睇你。但係譬如可能你個 vlog 係講打機嘅，咁就會吸引一啲打機嘅人，咁打機嘅人就會開始睇你啦，咁嘅意思嘅。咁咧最壞嘅情況咧就係冇激起任何人嘅反應啦，無論係正面或者負面，冇人因為關心呢樣產品而討論佢咧，係最唔好嘅。即係咧有時咧我哋咪會有啲黑紅，我哋講到黑色嘅黑係啦，跟住紅咗，即係啲負面嘅新聞而去紅咗。尤其是喺呢個娛樂圈咧，即係大家有可能睇到有時啲藝人有啲 bad news， 有啲唔好嘅傳聞，但係其實反而咧對佢哋嚟講係好事嚟嘅，因為咧咁你先認識到佢，你仲記得呢個人啊嘛。咁但係如果佢任何新聞都冇咧，其實咧就反而係會唔好咯。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咁呢個意思咧，對於產品都一樣嘅。咁所以咧，讓自己獨樹一格、與眾不同咧，而且非比尋常咧，會對你嘅潛在受眾咧有兩極化嘅影響嘅。即係有啲人中意你就中意你，好唔中意你就好唔中意你。咁呢個都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咁呢個咧我都係一個持續嘅學習之中嘅，係啦。點樣可以中立得嚟又會偏一邊啲啊？咁咧書入邊講到咧，企業同埋客戶之間嘅私人接觸咧，或者係企業勇於承擔問題並且諗辦法解決佢咧，都係會讓客戶難忘嘅事情嚟嘅。所以咧，有時候有問題咧唔重要嘅，最重要咧係你點樣解決嗰個問題。咁樣你能夠成功解決嗰個問題咧，客戶咧就會記得你，然後會更加樂意去繼續揾你服務佢啦。咁身為以利潤為中心嘅一人公司咧，你應該咧係不惜一切嘅代價去擴張用戶啊，呢啲咁愚蠢嘅諗法咧係唔啱嘅。你應該咧要專注咧留住你嘅客戶，取悅你嘅客戶，同埋協助你嘅客戶。長期而言咧，呢個方法咧係會讓成本降低好多嘅。咁呢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都係作者嗰個意思啦，唔好擴張你嘅公司。咁咧就係專注起你嘅舊客，因為咧佢覺得咧揾新客咧係更難嘅，即係你要投入嘅資源啊，你嘅資金係更多嘅。咁樣你可以做嘅咧，應該係諗下點樣留住你嘅舊客 ，keep 住佢哋不斷咁樣揾你服務咧，咁你就唔使去特別擴展噶啦。你嘅對象就係對住你嘅客人，呢班舊嘅客啦，呢個圈子嘅客咧，咁其實你已經可以維持你嘅一人公司嘅啦。
你嘅客戶咧係唔會在乎啦，你嘅企業係咪盈利嘅？但係咧，如果咧你能夠幫佢哋獲利咧，佢哋就永遠都唔會離開你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各位創業嘅老闆好重要嘅，就係咧你賺唔賺錢咧，其實唔緊要嘅，你最緊要咧係幫你嘅客人賺到錢，等佢哋覺得有賺到嘅感覺，咁係最重要嘅。咁咧，當你不惜一切代價咧，試圖避免去犯錯咧，或者假裝錯誤咧冇發生咧，都係唔可行嘅，因為咧係一定會有呢個事情發生嘅。咁所以咧，佢嘅建議咧，作者嘅建議咧，就係為所有嘅事情咧發生咧做好你嘅準備嘅。咁我自己咧都係覺得係咁樣嘅，因為咧我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嚟嘅。咁但係咧都無可避免一定會有事情發生嘅。咁呢個係我都幾介意嘅事情嚟嘅，因為咧我對於自己嘅標準好高嘅，對自己對人哋其實標準就唔係好高嘅，但係對自己標準好高嘅，可能我係麻煩嘅處女座啦。咁但係有時 set 得太高咧，有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係會唔開心嘅，係啦，咁會覺得好似自己好失敗咁樣嗰啲啦。但係開始遇得多嘅時候，都嘗試接受呢啲不完美嘅錯誤啦，咁去。最重要係諗下點樣解決咯，咁呢個係成為一人公司咧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嚟嘅。所以咧，你要有呢個能力咧去解決呢一啲嘅問題，去錯誤啦，就唔係有問題嘅時候純粹可能賠錢俾個客，因為你要努力去 solve 呢個問題啦，咁你嘅客戶就會成為信任你噶啦。咁客戶嘅信任咧對你嘅一人公司咧係好重要嘅。點解咧？因為推薦嘅力量係好重要嘅，即係咧大家可能好少會相信一啲廣告，但係咧你會相信你嘅朋友介紹，或者你相信一啲 KOL 或者一啲 KOL 我覺得KOL 啦，或者係一啲網友嘅推薦啊，嗰個幾好食喎，嗰件嘢幾好喎，咁咧你就會有呢一個信任咧，然後咧佢就會即係嗰個新客就會嚟你公司度揾你 serve 佢啊，或者係買你件 product 嘅，咁所以咧要好好咁樣維繫呢一個客人，然後咧等呢個客人咧去宣傳你咧係一個最好嘅宣傳方法嚟嘅。咁咧喺專案完成嘅幾週之後，同個客傾偈咧，可以有兩個好處嘅。第一咧就係可以根據個客見到嘅真實嘅結果啦，收集你嘅產品見證或者成功嘅故事嘅。如果你喺專案完成咗之後咧，就即刻要個客戶俾翻意見你咧，咁其實佢就冇充裕嘅時間。咁所以咧，佢建議咧，可能呢度係如果你係一啲服務性嘅公司咧，佢可能你大概過咗2禮拜或者1個月、2個月，跟住再去回訪你嘅客戶啦，問下佢哋嘅成果啦。咁對於佢咧或者係你自己咧，亦都可以得到更好嘅數據嘅。咁相對於咧擁有10萬個淨係想得到某啲嘢先至追蹤你公司嘅 follower 咧，擁有100個非常之渴望買你任何產品嘅 fans 咧，係更加重要嘅。係更加會帶來呢個倍數成長嘅效果。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咧喺 IG 咧，我哋好多時咪會舉辦一啲免費嘅抽獎活動，可能送 iPad 咁樣。咁跟住佢哋為咗得到你嘅 iPad 咧，佢就會追蹤你啦。咁可能你嘅 IG 嗰個 followers 突然間多咗好多，但係咧佢作者就係話咧呢個一啲都唔重要嘅，因為佢哋咧其實最後可能都唔會買呢嘅嘢嘅。但係咧你嘅 follower 唔多啦，但係佢哋可能會like 你嘅嘢啊，或者好期待你 post 啲新嘢咧，其實咧呢100個人咧先至係更加重要嘅。所以咧利基市場喺更少更具體嘅受眾入邊咧係比較重要嘅，同埋喺呢啲受眾入邊咧建立你嘅信任嘅。咁咧要創立咧以信任為中心嘅企業，跟住咧就建立客戶中意嘅產品，確認咧佢哋接受過產品嘅教育，亦都確保佢哋對自己購買嘅產品滿意嘅。咁就可以咧等佢咧滿意之後咧，就可以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嘅成功嘅案例啦。因為咧信任咧比呢個病毒行銷咧係更加重要嘅。咁咧佢亦都咧會專注為佢嘅受眾服務，而唔係擴大自己嘅利潤率嘅。即係你好中意打機嘅人，佢就會 promote 一樣好中意打機嘅人，咁然後可能嗰個人咧就會翻嚟揾你 serve 佢，或者揾你買嘢啦。
產品咧推出咧唔係一次性或者單一性嘅事件嚟嘅，係一個連續嘅過程嚟嘅。咁所以就會推出啦、測量啦、調整啦、重複啦，不斷 loop 咁樣做。咁所以咧，你嘅策略咧唔應該係僵化一成不變嘅，係咧當你每次收集到一啲新嘅信息、一啲新嘅數據嘅時候咧，就可以去調整你嘅賣 product 嘅策略啦。咁所以咧，你嘅策略咧亦都唔會同你服務嘅客戶同埋市場脫鈎嘅。即係咧，大家要不斷去留意你嘅市場嘅消息啦，然後留意翻你客戶嘅反應等等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開人公司係咪真係不斷要學習，然後又乜都要做嘅，即係乜都要識。所以咧，其實開人公司咧，我覺得咧係比起打工咧係更加辛苦嘅。咁咧，我哋咧能唔能夠咧喺唔應該繼續頑強咁樣繼續前進啦，定係應該有彈性咁樣堅持落去之間咧，揾到一條界線呢？即係究竟要去夾硬前進啦，定係叫堅持啊？即係明唔明嗰個詞語嘅分別？咁咧就要取決於咧我哋最初假設嘅情況啦。即係咧，如果你有啲嘢未解決咧，又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咁你就要諗翻你當初嘅假設啱唔啱嘅咧？咁樣，當你諗翻了解一切嘅時候咧，你會唔會繼續執行你嘅專案啊？咁樣，咁佢呢一度嘅建議就係，你諗翻你最初覺得點樣係啦，然後你覺得而家係咪你所知道嘅嘢係咪同你諗嘅嘢啱啦？如果你係覺得係，就繼續落去啦，咁樣嘅意思嘅。咁咧，作者有講到咧，如果你只係因為自己投入咗好多嘅時間啦、精力、心力喺呢個 project 入邊咧，先至繼續堅持落去咧，咁堅持落去咧就係唔合乎邏輯啦，咁就可能要放棄你嘅事業嘅。社會資本咧之所以有效咧，係因為佢能夠帶嚟互惠嘅關係嘅。你分享得越多咧，俾到真正嘅價值同埋幫助到其他人建立關係咧，佢哋就會越想幫你噶啦。為自己工作咧，係我哋所有問題嘅答案，亦都係通往成功嘅唯一可靠途徑嚟嘅。但係事實上邊啦，作者就話到咧，佢為自己工作嘅時間咧，比大部分人嘅時間都長嘅。佢亦都認為咧，唔係對每個人都係最好嘅選擇嚟嘅。佢覺得咧，有啲人係唔應該創業嘅，係應該打工嘅。因為咧，有啲人咧，唔係缺乏咗能力，所以冇辦法創立佢哋嘅公司，係啦。而係咧，因為呢件事咧，唔係對每個人都有意義嘅，即係佢覺得佢可能係有能力嘅，但係咧，開公司咧對佢冇乜意義，咁所以咧就要取決於咧你究竟想做啲咩，同埋你想要點做嘅。因為咧總係會有咧為你自己工作咧，佢比你而家做嘅任何事情更好呢一類信息嘅存在嘅，所以咧啲人就會愛上咗咧為自己工作嘅想法嘅，但係咧就唔了解咧做咗老闆之後咧係要做啲咩日常嘅工作嘅，或者咧一開始咧你都要。即係你一開始一人公司之後咧，你要接受咧，唔可以好似打工咁自由嘅，因為咧你有好多嘅賬單要俾嘅，可能稅啦、水電煤啦、租金啦等等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係其實極度困身㗎，身為一個創業者開頭嘅時候。咁另外作者亦都提過啦，我幫助過嘅人咧，佢會幫助我咧，係因為我都曾經幫助過佢哋。咁所以咧，佢覺得咧一定要樂於助人，就可以成為好棒、好正嘅潛在客戶嘅開發啦。會計師咧唔係淨係喺營業年度結束你要報稅嘅時候先至傾嘅人咧，你咧可以將會計師咧做成一個顧問嘅。正如咧佢喺法律部分嗰度咧，作者咧喺法律部分嗰個提到咧，你需要確保你嘅企業咧同埋你自己係分開獨立嘅。為咗做到呢件事咧，你必須要咧開一個公司嘅銀行戶口啦，然之後再喺呢個銀行戶口度分紅俾自己。咁所以咧，你其實係需要一個會計師咧去幫你管理呢一個數嘅。除咗薪金同埋備用金之外啦，佢認為一人公司咧應該盡量咧將儲低嘅錢咧攞去做一啲被動式嘅投資嚟嘅，可能投資指數型基金啊等等呢類嘅被動式投資工具啦。假如通脹率咧係大概3%啦，咁你擁有嘅任何資產咧每年產生嘅報酬咧都唔到3%咧，咁其實咧你就係蝕緊錢嘅。咁所以咧即係佢亦都有講到，除咗呢個公司投資之外咧，亦都適用於咧你銀行賬戶入面嘅所有錢嘅。因為支票
保啊，同埋而家銀行嗰啲息係好低嘅啫嘛，除非你做定期啦。咁所以咧，佢係建議大家都去做一做呢啲被動型投資嘅。咁喺一人公司嘅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圍繞住佢建立自己嘅生活方式啦，等你嘅利潤啦同埋幸福咧達到最適合嘅。咁以上咧就係黑貓咧睇咗第一本書嘅一啲筆記啦，同埋一啲自己嘅睇法，一啲經驗加落去啦。咁我覺得咧呢一本咧第一本寫嘅一人公司呢本書咧係非常之好嘅，推介大家去睇。如果你係有興趣去創業啦，或者你冇興趣創業，但係你想了解下點解而家咁多人要去創業，咁咧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呢本書。但係咧你話佢有冇教你點樣去開一人公司咧？因為我有見過一啲評論咧，話覺得佢冇實質教到你點樣開公司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就有啲唔同嘅。我覺得喺第一冊呢一度咧，其實佢係有講到好多重要嘅 theory、重要嘅論點。咁如果你能夠理解得到、吸收得到，再將佢轉化為你嘅嘢咧，咁其實對你自己開公司咧，我覺得係有啲幫助嘅。咁所以呢一度 podcast 咧，可能分享得會唔夠啦，即係呢啲 podcast 係可能大概俾大家認識到呢本書嘅內容係啲咩嘢啦，但係實質要點樣消化呢？我覺得係睇一手呢係最好嘅，即係你第一手睇到呢個作者講嘅嘢，然之後呢轉化為你自己嘅嘢呢係最好嘅。咁好似賭自己台咁樣，即係叫大家唔好聽 podcast。唔係嘅，我自己都會聽 podcast 嘅。我自己嘅傾向呢就係呢上 YouTube 聽完人哋介紹呢本書之後呢。我覺得大概嗰啲 points 幾好喎，啲論點我幾中意喎。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再自己去抄翻嗰本書嘅原文去睇嘅，即係抄翻嗰本書去睇。咁然之後咧就會覺得真係好啱喎，或者就會得到好多知識啦，個人就會好滿足。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碌得多呢個手機咧，開始覺得好無聊咧，覺得個人好空虛咧，我推薦大家可以聽一聽 podcast 咧，揾一啲你中意嘅書咧，然後再去睇原文，咁咧你就會覺得個人好充實噶啦。呢個咧係黑貓近呢一年咧睇咗呢個 e-reader 之後嘅轉變嚟嘅，因為真係睇多咗好多書，個人咧開始冇咁 lost 啦，因為睇得 views 太多咧，實在太多資訊啦，咁所以咧呢度推介俾大家。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 podcast 分享咧，咁記得下邊嚟話俾我聽啦。咁我下個禮拜咧會繼續分享佢嘅第二冊噶，咁希望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分享啦。如果你中意，記得幫我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就咁得咧，拜拜。